嚟㗎啦噃。第2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得獎者係陳麗雲。新力星啊，2支。我喺電視界做咗43年，好多台前幕後嘅嘢工作我都有做到。不過我完全想像唔到我可以攞到電影嘅金像獎。而家我要多謝好多人，係包括今次所有嘅評審，許鞍華導演、黃日平製片、包喜靜姐姐，同埋天片嘅所有台前幕後工作人員，係因為佢哋嘅賞識同埋輔助，我先可以得到咁嘅榮耀。多謝晒。